希伯来第5章，逐个大祭司拢是对人的中间拣出来，受指派替人服侍上帝，为着因的罪献礼物甲祭品。大祭司因为伊本身伫各方面拢软弱，所以袂当体谅无知甲失迷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伊有义务为着人民，嘛着为家己的罪献祭。无人家己得到大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，只有亲像阿伦，互上帝选调的，才会得到。相反，基督嘛毋是家己争取大祭司的荣耀，反倒是上帝对伊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第8位，伊嘛有讲：你照麦基洗德的班次，永远做祭司。耶稣在世时，捌大声嚎叫，佮流目屎，往迄位为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祈祷恳求，因为伊的虔诚，上帝有听伊的祈求。虽然伊是上帝的囝，犹佫有对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既然上帝予伊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伊就成做所有顺服伊的人永远得救的君王。予上帝指定依照麦基洗德的班次做大祭司。关系耶稣做大祭司的事，阮有真侪话爱讲，毋过恶得说明，因为恁耳孔钝。照讲，恁早就应该做老师啦，毋过恁还需要人甲恁教上帝信息的初步。恁还需要食恁，袂当食饭。食恁的拢是婴仔，还袂晓了解是非的道理。饭是大人得食的，因属灵的心窍有经过实际操练，才会晓分别好歹。